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平安。今日我哋要一齊探討新約聖經中關於愛與同理心嘅教導。耶穌基督嘅降臨為世人帶嚟咗一個全新嘅標準，無條件、犧牲性且充滿同理心嘅愛。呢份愛唔單止係信仰嘅核心，更係基督徒生活嘅基礎。透過耶穌嘅教導同榜樣，以及使徒們進一步嘅指導，我哋得以明白如何喺日常生活中實踐咁樣嘅愛。等我哋一齊深入思考呢啲真理，並將其應用喺我哋嘅生命中。耶穌將所有律法同先知嘅教導總結為兩條最大嘅誡命：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嘅神。呢個係第一且係最大嘅誡命，其次亦都相仿，就係要愛人如己。馬太福音22章37到39節，呢兩條誡命揭示咗基督教信仰嘅核心價值。愛神，根基與動力。愛神係我哋一切行動嘅根基，只有當我哋真實地愛神，先至能夠從佢嗰度急取力量去愛他人。約翰一書4章19節話：我哋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哋。神嘅愛成為我哋愛人嘅源頭同動力。而愛人如己，超越自我中心。愛人如己要求我哋走出自己嘅世界，進入別人嘅處境。呢個意味住我哋需要培養同理心，學會企喺他人嘅角度思考問題，並以實際行動回應佢哋嘅需要。耶穌仲喺約翰福音13章34到35節中賜下新嘅命令：我賜俾你哋一條新命令，乃係叫你哋彼此相愛。我點樣愛你哋，你哋亦都要點樣相愛。你哋若果有彼此相愛嘅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哋係我嘅門徒啦。呢句說話提醒我哋，愛唔單止係情感上嘅表達，更係一種生活方式，一種可以被外界睇到嘅見證。耶穌嘅一生係同理心嘅最佳典範，佢不僅教導愛，更以身作則，用行動彰顯何謂真正嘅愛與關懷。一對人群嘅憐憫，喺馬太福音9章36節之中，我哋讀到咁樣一段描述：佢睇見好多嘅人，就憐憫佢哋，因為佢哋困苦流離，如同羊冇牧人一般。耶穌睇見嘅係人嘅需要，而非僅僅表面嘅現象。佢嘅憐憫驅使佢採取行動，醫治病人，餵養飢餓者，甚至為拯救人類而犧牲自己。而好撒瑪利亞人嘅比喻，當有人問耶穌邊個係我嘅鄰舍時候，佢講述咗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。一位被強盜打傷嘅女人行喺路上，宗教領袖視而不見，但一名被猶太人輕視嘅撒瑪利亞人卻停落嚟幫助佢。呢個比喻話俾我哋知，愛鄰舍嘅意思係超越種族、文化或者社會地位嘅界限，對每個人都抱持關懷之心。3. 寬恕罪人。耶穌對待罪人嘅態度特別令人感動。例如喺約翰福音8章中，當文士同法利賽人要石刑一位通姦嘅婦女嘅時候，耶穌話：你哋中間邊個係冇罪嘅，邊個就可以先攞石頭打佢。最後耶穌對嗰位婦女話：我亦都唔定你嘅罪，去吧，從此唔好再犯罪啦。呢份寬恕同接納正係同理心嘅最高表現。新約中嘅使徒書信提供咗更多關於愛與同理心嘅具體指引，幫助信徒喺生活中落實耶穌嘅教導。保羅嘅教導。保羅喺羅馬書12章9到13節寫道：愛人不可虛假，要彼此痛心，唔要志氣高大，都要俯就卑微嘅人，唔要自以為聰明，殷勤不可懶惰，要心裏火熱，常常服侍主。喺指望中要喜樂，喺患難中要忍耐，禱告要恆切，聖徒缺乏要幫補，客要一味咁款待。呢度列出咗好多具體嘅方式嚟表達愛，包括尊重他人、支持有需要嘅人，以及實踐款待嘅美德。加拉太書6章2節亦提到，你哋各人嘅重擔要互相擔當，如此就完全咗基督嘅律法。呢句說話提醒我哋，同理心意味住分擔別人嘅重擔，借此減輕佢哋嘅壓力。彼得嘅提醒，彼得前書4章8節話，最要緊嘅係彼此切實相愛，因為愛能遮掩好多嘅罪。呢段經文強調，愛唔單止係一種情感，更係一種行為模式。
當我哋真誠咁彼此相愛，就能化解誤會、修復關係，並建立和諧嘅社群。三、雅各嘅警告。雅各書2章14到17節指出，信心若果冇行為就係死嘅。如果有人聲稱有信心，卻唔願意幫助缺乏衣食嘅人，咁樣嘅信心有何益處？真正嘅愛必須伴隨住具體嘅行動，否則只係空談而已。早期教會嘅信徒活出咗耶穌嘅教導，佢哋彼此相愛，分享財物，共同建立起一個充滿愛嘅群體。使徒行傳2章44到45節記載，信嘅人都喺一處，凡物公用，並且賣咗田產家業，照各人所需用嘅分俾各人。呢種慷慨嘅精神展示咗佢哋對耶穌教導嘅深刻理解。今日嘅我哋亦都可以效法咁樣嘅榜樣，無論係喺家庭、教會定係社區入邊，我哋都應該努力創造一個彼此扶持、相互關愛嘅環境。喺今日嘅社會之中，我哋仍然可以睇到好多人因缺乏愛而痛苦掙扎。貧窮、疾病、孤獨同壓迫依然存在，等待住我哋伸出援手。以下係一啲值得學習嘅榜樣：一、德雷莎修女。德雷莎修女深受耶穌對窮人嘅愛所激勵，佢畢生致力於照顧加爾各答最貧困嘅人。佢嘅生命見證咗馬太福音25章40節嘅真理。我實在話俾你哋聽，呢啲事你哋既做喺我呢弟兄中一個最細嘅身上，就係做喺我身上啦。二、馬丁路德金恩博士。金恩博士以非暴力抗議嘅方式對抗種族歧視，佢嘅言語同行動反映咗登山寶訓嘅教導。佢相信唯有愛能夠改變人心，促進和平與正義。三、奧斯卡羅梅洛。作為薩爾瓦多嘅大主教，羅梅洛勇敢地為受壓迫者發聲，即使面臨生命危險，亦都毫不退縮。佢嘅生命展現咗一位現代版好撒瑪利亞人嘅形象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新約嘅教導清楚咁話俾我哋知，愛與同理心係基督徒生命嘅標誌。等我哋謹記彼得前書4章8節嘅勸勉，最要緊嘅係彼此切實相愛，因為愛能遮掩好多嘅罪。願我哋都能夠好似耶穌一樣，以真誠嘅心去愛每一個人，不分種族、階級或者背景。求主賜俾我哋智慧同勇氣，讓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實踐呢份愛，成為世界嘅光與鹽。阿們。